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樂在旅途財經人頻道啊！咁今次咧，我就想拍一拍片啊，因為好多朋友咧都問緊點樣可以成為我嘅會員啊！咁喺 YouTube 上高點樣成為會員咧？咁我而家咧就試下咧係拍一段片俾大家介紹俾大家點樣喺網頁之中可以係加入我嘅頻道啊，甚至乎咧，如果先前加入咗頻道嘅朋友，如果係想係 upgrade 升級係點樣可以做到咧？以下影片話俾大家知。好啦，首先當然要係喺網頁版嘅呢家用緊 iPad 啦，或者用電腦都可以咧，就上翻 YouTube.com 啦。咁入咗去之後咧，就試下咧，就係打入我個頻道個名啦，樂在旅途財經人頻道啦，大家可以見到，撳入去。好啦，喺呢一個畫面度咧，亦都可以睇到咧，有我嘅頻道嘅一個係提示啦。大家可以係訂閱我頻道咧，呢度可以撳啦。咁如果入咗去睇下先，呢度喺我個頻道嘅首頁咧，就見到呢個畫面啦。咁入邊咧，亦都係有一個咧叫做加入嘅。如果要加入呢個會員頻道，係咪要加入咧？如果係嘅話咧，你要係登入就可以加入噶啦。咁呢度側邊咧，亦都係有一個咧係加入嗰個標誌嘅。如果要加入嘅話咧，你自己登入咗你個戶口，咁亦都可以係加入嘅啦。好啦，咁當我哋撳入咗加入嗰個頻道之後，大家可以見到係有幾種嘅會員包括咗支持我嘅會員啦，每月10蚊，亦都有想請我飲嘢嘅會員啦，亦都係有想請我飲嘢同埋食嘢嘅會員呢3種嘅會員咁而入邊嘅內容嘅咧，有啲咩嘅福利咧？咁大家可以入去咧，可以係睇到嘅。咁如果撳咗係加入嘅話，大家可以睇到就會有付款嘅方式。用信用卡、PayPal、Octopus 嘅 Wallet、八達通啦，同 Alipay 呢4種方法咧，都可以咧係加入成為我嘅會員嘅。咁如果係再入去睇睇我入邊嘅資料咧，頭先我再顯示一次先。喺呢一個介紹嘅畫面入邊咧，其實咧亦都有更多嘅資訊嘅。撳一撳入去呢度咧，你可以見到咧係有我啲資料咁描述咧頻道入邊嘅內容啦。咁呢一度咧仲有一樣嘢講俾大家知，如果係想請我飲嘢支持我嘅朋友咧，都可以咧係唔用 YouTube 嘅 Super Tech 嘅嗰個提示俾請我飲嘢嘅咁如果想嘅話咧，其實亦都入邊咧係有啲戶口嘅，例如 WeChat Pay 咁如果想 WeChat Pay 嘅話咧，可以用呢個戶口咁如果轉數快嘅話咧，亦都可以係呢個戶口咁如果 PayMe 嘅話咧，亦都可以用呢個戶口度係可以係贊助我請我飲嘢嘅或者再睇埋下邊咧，呢度你可以見到啦。如果想請我飲嘢嘅話咧，亦都可以咧，直情喺呢度撳入去咧，就係出一個 PayMe， 跟住咧你就自己係可以係到想請我飲幾多嘢，你都可以輸入個銀碼啦咁呢度咧仲有咧係可以俾大家睇到咧，如果想同我傾偈嘅話，私底下而唔係公開喺 YouTube 上高亦都可以私底下咧，咁或者甚至乎咧，日後如果有啲咩嘅遊戲或者甚至乎咧有啲係參觀有啲活動要搞嘅話咧，咁我都會係喺 IG 或者係 Facebook 度咧，就可以同大家私底下有個聯絡咁可以係加入
我嘅 IG 或者我嘅 Facebook 啊。最後呢個咧，亦都係咧就係加入會員頻道嘅連結，亦都可以撳入去啊。撳咗入去咧，大家可以見到啦，已經咧加入成為會員，亦都可以咧係加入。好啦，咁跟住咧，如果你已經係訂閱咗我嘅頻道，或者係已經成為咗會員，包括咗支持我嘅會員，請我飲嘢嘅會員，如果都再想升級嘅話咧，可以點做咧？可以見到呢個去返我嗰個首頁嘅畫面啦。咁入邊咧有一個叫做查看福利，大家撳一撳落去。大家可以見到有個升級嘅標誌喺呢一度啦。啊，當你做咗會員嘅話咧，就會有啲星星啊，寫明係會員啊。咁我就自己做咗一個叫做支持我的會員啦。咁如果我想升級嘅話，咁可以撳升級。咁呢度咧就可以喺入邊將原本最低嘅支持我的會員變成想請我飲嘢嘅會員，或者想請我飲嘢及食嘢嘅會員啊。咁如果撳咗呢度咧，變更級別，好啦，咁跟住咧，大家就可以撳升級。好啦，咁今日嘅教學同大家講咗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嘅問題嘅話，可以留言俾我。多謝大家。